小贝不老他们。你要不用那边，你呀。你呀。哎，那是你送这款标配，这款标配，你是要不那边？那个1000，对呀。对呀。我有没有到不？我这给你们点小费吧，对呀给我看样子。有。来，是谁上来？你们考虑一下，谁上来？哎，现在那边交的，现在来，看哪里了？没记到过，我肚子饿，回家吃饭了，不看了。没记到过，不跟你说，快点上去。哦，没记到过，我不看了。我们不啥没吃过，不啥的，听不上了。这公年了。哦，牙叫朋友了。我看一下嘛，哎呀。得三。汤料。几个小目标，我看一下。5道有的，5道是可以。这种就是那种说的阿德三了啊。玻璃怎么不到啊？这种就是阿德三了，就是它里面化掉的那种啊。我看一下，没个样嘛嘞。得了没啦？得了。找了一个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全都是雾层，化是化掉了。不落了。这套。我还是去吃饭吧，我明天都烧到没？对，那节目呢？照顾低了，这块菜里的玻璃大片的。玻璃啊，滚！啥嘞？玻璃没有不？谁白样了？你要不？洗色。要不？没要不？这菜是谁的要不？没有到不？谢谢你们给我看了，给你一点小费嘛，那今天背嘛没事。那几个？你是背起来的，背来。小贝不老他们。你要不用那边，你呀。哎，那是你送这款标配，你是要不那边？那个1000，对呀。我有没有到不？我这给你们点小费吧，给我看样子。来，是谁上来？你们考虑一下，谁上来？哎，现在那边交的，现在来，看哪里了？让他们考虑一下，假装我不爱我，就是哦。要么不买我走了，爸爸了，不想吃。不要妈妈嘛，不要嘛，那我的俺都叫起来点嘿。对呀，那当兵嘛，不要那当兵嘛。要不那几个人咯？好不。然后先给他们小费咯，啥那几喏。那几喏，叫公要不谁喏？现在1000。好吧，对了。哎呀，嘛巴布，我可能没发病点了，对吗？我起码都上来了，我吃了饭再来给他1000。拉嘛？给他上来了，哎，到这儿等，我先去吃饭一下 ，OK 呢，走上车 ，OK 呢，阿弥陀佛呢 ，OK，上车，阿弥陀佛，OK，是了，我一定会来的，走，看吃的什么菜，我是心火烧啊，这个料怎么那么大，而且那个价格哈。你看我们吃的菜是什么？有大鱼牛肉，先洗一遍，先洗一半，先看一下，这种要洗好几天的。看看，哎呀，这个沙还是可以的，裂的话这里有一条，有一点点那种皮纹的嘛。哇，这一等一下，你看看。可以了，你看，吃下去，哇，这西瓜，透到下面了，看到没有？透到下面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可以，弄，看一下，